基本显示到下个礼拜一24日，全国各机关和各学校会用公办期的方式来纪念哀悼第800岁在帝都不幸罹难的灾民，和加提醒大家政府爱卡强心地位。照过去公办期嘅判法规定，因为天气也系严厉灾害，造成冲太伤亡嘅事节，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做得保障行政院决定公办期。10年前9月大地震，造成减嘅23人罹难，行政院就决定全国公办期1礼拜。这样是系由董事做行政院副院长嘅刘少贤宣布。照灾害应变中心嘅统计，到初步嘅为止。莫拉克风灾总共造成153人死亡，464人失踪，45人挫伤，农林牧业超过为134亿元的损失。